好，咁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 MC 必考嘅問法，叫做 identity 恒等式。咁大家一定有見過啦，就係呢個符號啦，我哋叫三畫啦，係咪 Form 2學嘅？好，即係睇睇2019年嘅 MC 第4條啊。咁當時有69%人答啱，咁即係接近70%啦，絕對唔難。不過就係用啲乜嘢方法去做佢呢？首先，如果你要做2-3分鐘先做得到呢條 MC 嘅話咧，就等同於係唔識做啦，就唔好以為阿 Sir 係答啱咪得咯，絕對唔係嘅。首先我就話啦 ，alpha、beta 都係個 constant 常數，就會做到 x 減8、x 加 alpha 減6係恒等於 x 減9二次加 beta，即係講 beta 係啲乜嘢？首先乜嘢叫 identity 恒等式？即係左右永恆相等，即係假啲 x 代乜嘢咧？左右都一樣嘅。先講正常做法，就係你會左右分開去做 expansion， 即係拆括號啦，拆完啦就會對翻啲位，即係譬如 x square 嘅對 x square。x 對 x，constant term 常數項嘅對位啦，然後可能要涉及到我哋嘅 simultaneous equation 聯立方程咧，先至揾得到咧，就係你嘅 alpha 同 beta，呢個就係我哋所謂嘅慢方法啦，太慢方法，就算你啱都好啦，絕對唔可以接受。所以我哋今日會教大家呢招叫代數消滅技，永遠記住，每次一見到呢啲三畫符號咧，優先同我諗咗呢個嘅先。咁而家就話啦，叫你揾 beta 喎，咁即係我哋嘅目標好簡單，就係想懟冧個alpha， 呢個就係你嘅 target。咁但係點懟冧個 alpha 咧？就要望一望 alpha 喺邊個位置啦。呢度有 alpha， 所以我哋要借助佢身邊嘅嘢去幫手。所以冇再大家間低咧，就係呢個位置 x 減8，x 減8。OK 嘛？我用呢一嚿嘢去消滅個 alpha。記住呢個世界任何嘢都好，佢乘乜就冇咗，就係乘0啦。所以我哋要將呢個紅色嘅物體變成0，所以我哋要代 x 做8。嗱，我而家寫埋俾你就係我考 DSE， 我會寫幾多個步驟。首先 x 代8，我係心裏面知嘅啫，我唔會寫出嚟，當然係咪先？咁你0咗上，咁即係左手邊就只係得翻-6，隔離右手邊唔該8減9 form 1都知-1，-1嘅 square 正1加 beta， 最後1抌埋過去-6減1，所以等我 C cat -7，做完㗎啦。考試10零20秒就做完㗎，基本上。不過當然啦，OK，咁大家記住溫書嘅時候要揾啲細節，就唔係話阿 Sir 學識咗佢咧就無敵㗎啦，一定要識得去判斷，就係幾時要用啲乜嘢技巧。For example 啦，嗱，首先呢個叫直接消滅，咁咧我幫你包埋佢啦，就係12年、14年、19年、2020年，OK 嘛，即係呢4年嘅題目都係直接消滅。咁即刻你揾翻呢4年，揾翻我哋嘅共通之處，點解可以直接消滅到佢咧？不過有時就冇咁好彩嘅，譬如2023年嘅第5條 MC 都係70%人做到㗎啦，都唔算低啦，係咪先？即係30%人做唔到啫。但係今日我哋稱呼做間接消滅，咩意思咧？好簡單就話啦 ，C 同 D 都係個常數啦。我今日就做到咧 x 加2、x 加 c 再加12係恒等於隔離，哇好多個 bracket 要拆括好啊，係咪先？之後就叫你揾 D 等於點啊？用翻樓上界 concept，阿 Sir， 咁即係你要懟冧個 C 啦，拜拜咗個 C 啦。不過望下喎，呢度有 C。呢度有 C， 記住我哋要消滅咧，就必須要徹徹底底，你要一次過拜拜晒，咁先可以做到。但問題就係，如果想拜拜佢咧，就 x 代-2；如果想拜拜佢咧 ，x 代-1。sorry 啦，咁即係你唔會一個共通嘅 x 去懟冧 C， 咁點算咧？我就反其道而行啦。今日知道咧，我哋係 fail 咗噶。嗱，永遠都係諗咗佢先，但唔係次得嘅。我哋要 fail 咗佢咧，就唔緊要嘅，就今日咧就間接啲。我哋會轉移咧，就消滅咗個 D 佢嚇，唔係話 Sir 佢揾 D 喎，做咩消滅個 D 啊？轉頭就知㗎啦。咁阿 D 咧就喺呢度，但係你要消滅阿 D 咧，你用周遭嘅幫手，唯一幫到嘅咧就係呢一個 x。所以今天我哋嘅 step one 就我哋會代 x 做0，代 x 做0嘅時候，我哋會點寫咧？好簡單啦，0加2即係2，咁即係為2c 加12，0咗㗎啦，0加1即係1，1乘6c，所以6c。所以咧個 C 咧好輕鬆出到咧係3，嗱心算㗎咋，6減2係4，12除4咪3，唔得嘅咪撳機咯，大家冇所謂嘅。但係記住唔好圈 C 啊！嗱，考評局一定有呢個答案等緊你，佢一定有個 option C，即係有個 C 嘅答案等緊你 ，OK 嗎？所以第二步嗱，你計到個 C 㗎啦嘛。咁即係而家你要揾下 D 咧，就理論上 X 咧就代乜都得嘅理論。不過我會教大家就係將你覺得最樣衰嗰嚿嘢、最費事嗰嚿嘢同我整走佢。咁所以今日好明顯咧，呢嚿嘢我都係最辛苦嘅。所以我望住個 X 加2咧，我會代 X 做-2。嗱，講一次啊，你唔一定代負嘅，你代乜都得㗎啦，只要你唔好代0。你唔好整走嗰啲，你就得㗎啦，基本上 OK 嘛。咁但係代負嘅好處係咩咧？就呢度冇咗，咁即係左手邊得返12，右手邊就為-2
負二加 D。嗱，當然呢個位置咧就梗係撳機㗎啦，負二加即係負一，負一乘六乘三，所以為負18。OK 嘛？咁之後呢啲就基本運算嘅啫，12加18，OK 嘛？就我哋嘅30除負2啦，咁所以為負15啦。咁負15再加翻2咧，所以負13，答案就係 A 啦，做完㗎啦。咁你見到㗎啦，都係寫幾步就做完，好過大家再去咩咧？再拆括好重要對位，有時仲要用 simultaneous equation 聯立方程，你先會揾得到個 C 同個 D。所以記住啦，考試嘅時候諗清楚佢係直接啦定間接。咁以下嘅年份17年、2022年同2023年都係考咗呢個。當然你要馬上，咁即係永遠都可以消滅到咧，咁就唔係嘅。真係唔係嘅，只不過考評局係有心咧去俾你消滅到。當然有某啲年份做唔到嘅 ，for example 2014年，打不妨自己買翻14年嗰條咧，就 sorry 啦，你真係要 expand 佢咧去做翻個對位 ，OK 嗎？同馬上咁2024年咧冇2024嘅，因為2013同2024咧都係考咗你隻 identity， 再加我哋嘅 racial 比例，咁一啲另類啲嘅問法，但係大家見到㗎啦，主要咁多年都係普遍或者你學校校內試都係㗎啦，優先。諗咗呢個先，永遠見到我哋嘅含等式咧，都係諗個先。不過你一定要分清楚係直接定間接我㗎嘛。咁而家叫做溫分水 pass 牌㗎啦。咁希望呢條片幫到大家。今日呢條片去到呢一度。